若纯真的完美，为何要记住每个错？为何一场雷雨就被说成警告？如果幸福是神奇，那它应该很安静，不会因为人类恐惧而不停动怒生气。一笔就如这样说，世界照自然运作，风来云走，星辰转动，不为谁而活。恐惧被写成故事，好让人服从。但神若真在只住在平静之中，当惩罚不再被假设，心就不必低头。自然只是自然，不是审判的手，神不生气也不惩罚，世界不是考场，泪不是警告，再不是审判。放下恐惧，人才能自由地活在当下。